这是咱生活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同款。因身躯边有树仔、花、溪流、湖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今仔日是啥物人要带咱去看大自然有啥物神奇的呢？是维米。你感觉维米今仔日要带咱去看啥物？今仔日要看的是树仔。咱要找啥物人来熟悉世界无共所在的树仔咧？蒙古来苦咱，要互咱看伊种伫室内底的树仔。台湾的文威，伊上介意的树仔有够老的。德国的 Frida 介意悬的树仔。古巴的豪仔，伊知影倒一丛树仔会生椰子哦。今日豪仔要教咱安怎种树仔。Frida 足真少咧观察树棵。文威和伊的朋友咧记啊，家己是一丛树仔。cur咱会当甲叶仔分为天顶去。当然咯，维米要互咱知影树仔有偌重要。这是一丛较大丛的树仔，这是树心哦。树花为树心发出来，这丛树仔有足侪树花，足侪叶仔伫树花顶大汉，风吹来时，叶仔就会稀稀疏疏。你有听到无？你敢知影树仔有秘密哦？伊比你看到的搁较大丛真侪咧，因为伊伫土底有根，伊用这的根输水。树仔要大汉需要水、日头光甲空气，安尼伊就会使搁较大丛，嘛会发叶仔。树仔顶有叶仔，树仔才会使有足侪新鲜的空气，互咱喘气。树仔有够重要诶！咱做伙来和台湾的文威甲伊的朋友耍，甲家己当作是一丛树仔。目睭开开，想讲家己是一丛树仔。想象你的脚当咧生根，就亲像这丛树仔的根。这个根甲你口安安定伫一个所在。因嘛咧帮助你输着你要大汉需要的水分，伫你身躯顶的日头光，足高水足温暖的。风吹入去你的叶仔，你的树花真正伫风中咧跳舞哦。无，迄风愈来愈透。是大江风。哇！大江风敢若走啊！你变做一丛悬搁水、徛挺挺的大丛树仔，搁互人感觉做树仔真公营呢。古巴的豪仔甲伊的朋友想要知影，这丛大树后壁会当比偌济囡仔？你摇看觅，大部分的囡仔拢比会入去，
嘿，原来恁伫遮。这丛树仔有够大丛。到底这丛树仔后壁会当比偌济囡仔咧？敢若好势哦，搁加一个，第三个，一个对一个，哪咧变魔术的？树仔后拢总比5个囡仔。嘿，大家好。遮有一片大片的叶啊！好势和伊的朋友敢有法度秘伫伊内底？会使哦，小可。嘿，好势，阮看到你呢。有够好耍的游戏。维咪，维咪，阮是菲达、普丽娜和普。阮即摆伫树林内咧探险旅行。阮有做焊镜哦，用焊夹细细物件会变甲大大大。阮要用焊镜针足看树仔，树皮看起来粗粗，阁会插手。毋过实际上袂哦。咱用焊镜来看一下。看起来有山有谷，就像山脉。顶面阁有吊别的物件，是袂紧吊咧树仔遮。伊有足水的油尖。树仔顶有足侪叶仔。毋是青色的，是咖啡色的，清清楚楚，阁干壳壳。咖啡色的叶仔，过一个秋天，阁条伫遐。即马是春天，树仔发真侪新叶仔，所以阁变甲青青青啊。这是叶仔的身影，有幼幼突出的物件。徛较近甲看，会看到幼幼白白的刺仔。树仔边的土有叶根，咱伫土骹有看到足侪根。咱继续行，树林内一定有搁较侪咧等咱发现的物件。遐有一只风纪断去的树心，有一罐蓝色的卵，让我较近咧，用焊镜甲看一下。我嘛看到一寡白色的物件，迄绝对毋是卵哦，迄是胃顶悬浮出来的细蕊菇。你会使为遮算看觅树仔几岁啊？1、2、
2、3，好咧算树仔的年轮，为树仔互人记转去的迄面，会使看到足侪条线，每一个代表树仔偌一岁。这丛树仔205岁啊，所以这丛树仔足老的。逐支树仔拢有物件，毋过咱来小休困一下。等哦，你会使竖时坐咧树仔顶。搁有哦，老树尾上适合耍气裤棒。前几工落真济雪，毋过阁有一寡秋天流落来的叶仔，阮想要用因来说。这个叶仔是咖啡色，阁焦焦，阮要来分互杯哦。天气足寒的，阮会当看到家己创出来的烟。喂咪，喂咪，喂咪，喂咪。而且阮知影，阮会使用叶仔做搁较济代志。
阮今仔要来种树仔，还阁细细丛尔。遐有一空，迄就是要种树栽的所在。了后，阮要用土甲空墩好平。阮无想要互树栽倒去。今仔阮甲树栽压水，阮做伙灌水泉，足重的。阮的树仔爱啉足侪水，才会大汉。咪咪，阮的花园有一丛大丛李仔树。今年伊生足侪李仔，一天有一支树尾互风吹断去。阮即马爱甲伊刷好走，毋过无遐简单，因为有一丛葡萄甲李仔树的树尾甜条条啦。第一只阮用扭的，毋过无效。刷来，我发现会使甲青色的酸甜树透配。成功啊！毋过也是扭无法。这丛葡萄甜，甜伫足侪树尾。最后，阮成功啊！阮甲断去的树尾拖出来啊！阮阿母来教阮斗相共，甲葡萄甜放落去。这丛葡萄甜的甜足长，伊毋才会一直爬悬起哩。这个是安怎？咱爱甲这个甜拔倒倒去，为着莫阁互其他的树尾断去，阮用棍仔甲李仔树停掉啊。Schaut gut aus, hm? 即摆这丛树仔加足好势啊！阮当然会当食着好食的李仔做奖品。阮足爱甲大自然斗相共呢。这是咱生活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，就甲恁共款，
因身躯边有树啊、花、溪流、湖和动物。有影呢，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。树啊是大自然最重要的部分。树啊会互咱新鲜的空气，你会使闭伫树啊后，会使甲因压水，你阁会使用足侪无同的方式和叶啊耍，甚至你会使像一丛树啊遐尼用。感谢 Frida、Jose、库兰和文威，带咱去看因生活的大自然。当然咯，爱特别感谢伟敏，甲咱所有的人可做伙。